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去哪儿啊？回店里。哎，正好，我也回店里，你带我一程吧。我想一个人带着，你坐车回去。别了嘛，我就这一台车，11路，废了已经。我求求你，你就带我回去了。我微信步数都第1了。我的自行车后座只载狗不载人。无所谓，你就当我是狗，什么评论都可以。昨天刚对你稍有改观，没想到你惹人烦的能力真的是炉火纯青。没关系，你就讨厌我吧。那伟人不都说过吗？做人要有被讨厌的勇气。哪个伟人说的？在下。自行车后座不得载12周岁以上的人员，你没有常识吗？那这样吧，要是被抓了，算我的。违章带人，罚款50，谁付？你来。我来吧，你来。做人要讲诚信。是我拍着胸脯保证来着，我没说不给，能不能先垫上？不能。你就通融一下嘛，不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吗？跟你做邻居是我此生最大好题。你，那行吧，我不要脸了，我没钱。你没什么？没钱。你穿成这样，你说你没钱？那要不然，我把包押给你，你先借我5000块钱。我要是不认识你，我都认为你是诈骗犯。诈什么骗呀？我这限量的。那4000不能再少了。哎，干嘛呢？罚款是要让你们意识到错误，怎么还还起价来了？到底谁付？他。身份证、罚单收好。15日以内到交警大队把事情处理一下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你还有什么事儿？那我呢？你不管我了，还有好大一段路要走呢。姑奶奶，车你扶好，我不要。哎，你别走！哎，你别走！你回来！